过来咱就开始今仔日专题演讲。你专题演讲主讲人上来之前吼，我要讲一项，就是讲，我有机会我伫电视捌听嘛，捌实际去听过，我就感觉讲哇，这个老三公布这个名，我毋知影你有熟啊无熟吼。不过恁今仔日嘛听了，你就知影讲吼，这个人咱是毋是应该甲请来？这个人咱加州你深夜5开8、9点钟，为着咱的长辈来，咱个鼓掌一下。所以咱即摆要甲讲台老牧师吼。热烈乡亲，大家新年快乐！真欢喜吼！我本人我是姓刘，我伫嘉义大汉。我做一个电视的节目已经做超过20年。伫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电视台叫做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我做老三公告。结果足侪人问讲，你哪会？你是恁兜排第几个？哪会讲老三？我讲你甲台湾人。老三你毋捌咯？你拢无咧看报电视的哦？迄个我自细汉咧看温州大儒节，咧看史阳文啊，老三咧出场，你就知影讲我自细汉受到即个文化的影响。伊若出场的时阵，伊讲一定自我介绍，人甲问讲你什么人？伊讲你毋捌我，我就叫做内山做大水，老三，迄三仔拢流出来，老三仔咧。所以我自细汉我才知影讲，原来咱的台语是遮尔啊奥妙。虽然我本身我是外省人，阮爸爸是对大陆过来人咧讲湖仔汉是安尼啦阮爸爸都是对大陆过来，较早甲即个国民党的政府，民国38年的时阵做伙过来。但是我自细汉，我伫菜市啊，我伫鱼市，我咧中台，我若无讲台语，无人要甲我佚佗啦。即我拢自细汉拢讲台语，所以我自细汉时看歌仔戏，看布袋戏。所以落尾我就想讲咱台语的文化遮尔啊水，你敢若要形容一个人，讲水当当这3字，你讲伊要哪款，我甲你请教，你毋知影要哪款乌索索，你要哪款？所以你就了解讲语言，就是一个民族伊的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今仔日咱伫即个新年的时阵，咱要来思考讲，咱就是要足够惜福。因为咱的文化是真生活性，讲福从天降，讲到每一个人，你会这么坐遮，你有福气无？你足福气的。你过年的时阵，甲恁全家做伙，你有福气无？你真福气。所以当咱福气的时阵，咱看到咱台南的乡亲，讲过年的时阵发生这个代志的时阵，更加互咱会当惜福，因为这种代志，毋是咱会当决定的。所以，亲爱的乡亲，那所有你袂当决定的代志，毋是你的责任啦。但是，若你会当决定的代志，迄就是你的责任嘛啦。什么是会当决定？你的态度，就是你会当决定的代志。所以我咧做老三讲古，我拢无啥爱讲道理，我拢爱讲故事。因为我过去台湾的文化，就是拢用讲故事来教这个囡仔。所以我咧讲故事，无咱对一个故事讲起。有一个少年伊就安尼心情诚歹，踮路顶咧行真忧愁。一个老岁仔人长辈你即马知影长辈真要紧。一个长辈问讲少年仔，你即马是安那？忧头甲面，面会遮歹看。伊讲我足瘦的啦，我看人好嘢我足认真的啦。我想讲，我若像伊遮好嘢，哪毋知要偌好？迄个长辈甲讲，我看你就真好嘢咧。伊讲好嘢好用看好诶你啊。迄个长辈就开始甲讲你听真少伊讲无安尼啦，我即马甲你剁一支枕头然后我互你1000块，你买无？伊讲我。伊讲伤少了，无安尼啦，你一支手，我一支手甲你剁掉，我互你10000块，你就好嘢，你买无？伊讲我无。伊讲无安尼啦，你即马遮少年，算讲我若有才调，互你即马咧随便捞，你就拢免烦恼因为你
遮少年咧烦恼无钱，你若像我食遮济回吼，拢免烦恼无钱，因为钱即条用无几仙钱安尼啦。哦，你若无想要烦恼吼，你即马随我，互你随80岁，原来我互你100万，你买无？伊讲我即马遮少年，我啥物念咧像你安尼6块，我才无爱。迄个长辈讲，啊你来遮歹拍啊，盐伤少了，啊无安尼啦，你即马随死，我怎赔你1000万，你买无？你讲我，你这嘴哪遮歹安尼？即个长辈甲讲，你看，我即马要1000万要互你，你都唔敢摕，安尼你有好业无？安尼你就好业嘛，因为你感觉你家己都达唔拿1000万嘛，是毋是？如果用1000万要甲你换，你都唔嘛。啊，我即马共款的问题要来问咱所有的长辈。我即马咱莫讲台币1000，咱讲用美金1000。我即马现场讲，啊无咱度一支镜头啊，哦，咱会长哦，怎上咧1000美金，你买无？哇！什么是福气？什么是福气？你会了解家己有10支镜头啊，是足宝贝的代志，这叫做福气。你若戆讲我10支，我有10支就减7，哪有差？我还有9支咧啊！我咱第1支叫换1000，我可不哩还无趁哦，安尼头有问题啊！什么是福气？看有就是福气。啊，什么叫做看有？有人看无啊？敢若看人好嘢尔，叫是好嘢就好命，迄叫做看无啦。什么叫做看有？看有就是讲钱毋是重点，这是真正是叫做看有。所以亲爱遮乡亲，咱遮长辈，咱食到遮济岁啊，咱毋通阁像少年仔，少年仔就看无。少年人讲哦，某水就好，干嘛呢？啊，水某就较好对人走，你毋知哦？某甲水就好，逐日当啊装水，你娶来即个某，你艰苦到要害伊，我甲你讲，你若娶一个水某，啊，我逐工伫遐保养皮肤，我甲你换洗洗，啊，哪会当？我即个手敢是洗我的手？哦，啊，要涂骹扫一个，我即个手敢是扫涂骹的手？你嘛较拜托咧。本姑娘嫁互你，就是要嫁好命你。要煮饭你家己煮，洗衫你家己洗，囡仔你家己洗，活啊惨啊！宝是逐个会亲较要紧，毋是讲水就好，因为水是别人伫看的，但是逐日带做伙的时阵，是咱翁仔某会亲哦，翁仔某的关系会亲，是比水比烟头是。也佫较好。你敢知影我去圣地个时阵发生一件代志？我一个会友甲我讲，牧师，我介绍一个吼，较早咱台湾人偌好嘢，你知无？迄偌好嘢咧，你若来我圣地个就知，阮圣地个上出名的所在叫做辣好嘢。大家拢嘛讲我你住着我住迄偌好嘢咧，你住偌好嘢，你就真正好嘢啊！迄个对纽约个来，迄住喺因厝讲偌贵。迄天讲牧师，我介绍你，这里较早开银行的，有够好嘢，我身体勇敢的啦，80几岁吼，逐工拢去拍高尔夫球安尼。啊，我好，有新的朋友咱熟悉一下，咱台湾的长辈，见面你讲我带一个呢，迄老先80岁啦，迄个看起来差不多加60岁尔啦，看迄骨头呢，啊人生做比我较大菜安尼，身体真勇。讲话足大声的吼，我看即个人讲，你身体哪会遮尔好啊？伊讲无啦，无影啦，吼，啊，咱都逐工只要保持运动安尼，吼，啊，牧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今日要请你食饭，啊，歹势啦，阮太太都无来，吼，我因为阮太太吼，啊，都拄对台湾转来尔，啊，这查某人吼，有当啊迄想法，敢若查甫人都无共款咧，吼，都前2工才甲我敲电话，吼。敲电话讲，啊，我想要伫台湾留较久咧，我想讲搁住台湾，搁加住2个月，我就甲讲，无紧，你做你动，你要住偌久拢随在你。伊讲安尼吼，好，讲昨甲我敲电话，吼，讲伊要住台湾住2个月，半暝啊尔，就对台湾总当要出来啊。3更半暝哦，讲哦，进门哦，门拍开哦，所有房间一个开起来看。啊！你着听有啊，哦，你笑拢听有啊，要掠头啦，你毋知影？
就是因翁啊啦，好起来，哦，搁缘投，身体搁勇，迄80岁看起来都无像80岁，哦，所以这个太太吼无安全感。搁听你讲敲电话甲因翁骗讲，我搁过2个月才会转去安尼啦，哦，先放一个风声吼，啊结果吼半暝吼突击检查，半暝雄安尼，我讲哦，怎么足骨力安尼，哦，安尼愿意安尼拼，安尼愿意安尼咧撞安尼，所以你讲因爱某嘛真水呢，你讲某水翁缘投，啊，敢这就一定代表好命？无一定，迄着看你看有还是看无。哦，若看有的人，你就知影，讲会亲甲生做安怎，迄是无关系啦。你讲个生做我偌水甲偌水甲偌水，生做较遮水的时阵，嘛无一定嫁一个模特啦。迄毋是嫁袂出去，迄是足歹嫁，啥人足歹嫁？你若对方，你讲我这人品偌好，因兜好好个，但是生做不得不亲。咱林志玲安尼敢嫁会落去？迄叫做下嫁，听有无？哦，你讲怎嫁一个比我家己较差的啦？哦，毋甘下嫁，对无？啊，咱若讲啊，无输你甲咱做媒人，啊介绍这个，我介绍我教一个，哦，我这查甫偌好，啊因爸搁做教授，搁安怎，但是吼，配你可能较差，因为林志玲身悬吼170几，啊咱这查甫150几，哇，啊打惨啊！啊，我若搁介绍一个讲，人这嘛是读到博士毕业的，因兜好起来，哦，啊人搁生出一表人才，啊身悬够高，配你林志玲，哦，配到够好安尼，哦，但是咱相亲的时阵吼，可能咱的心理准备，因为伊爸咧台北，安尼我咧想，咱毋是轻看台北，你毋通误会，我意思就是讲，当一个人条件若好到一个程度时，好嫁也歹嫁，足歹嫁嘛。对无？你要嫁啥？你要嫁一个条件，佫比你佫较好诶。啊，若正经世间有一个人条件好到即个程度，好到要上天啊！借问，伊敢要定爱娶你？世间敢无人条件比你佫较好诶？有嘛？是毋是？所以你若会晓安尼想诶时阵，你想想咧讲，即摆坐踮你身躯边啊，有一个老伴，你有福气无？你有福气，真正有福气。毋通定来甲牧师讲，牧师啊，你甲上帝问看会当换无啦？你要换到倒位去？一个朋友，咱食到即落月，你佫看无哦？换着敢有差？无差，有一好安怎？啊，无两好嘛？你袂当食到遮济岁，你佫想无？世间无人是完美啦，你知无？你娶即个嫁即个，吼！你甲伊安尼，吼！你气甲要死去安尼，我换一个，毋知要偌好咧。你换另外一个，有其他的问题无？一定有其他的问题嘛，都有一好都无两好嘛。有的人有即个优点，就有迄个缺点嘛。所以啥物是福气？你爱看有啦。真正的福气是上帝咧甲咱安排的啦。所以上帝安排你活伫即个时代有好无？好喏，你长辈，你若活伫我即个时代，你若活伫像阮囝的时代，你就烦恼。是安怎？即摆的台湾人少年仔，迄比你较拼咧。你叫是讲少年仔就面大哦。我即摆就是讲足关怀台湾的青年人，我拢要求台湾的青年讲，你若放假休热，你来遮美国，哦，阮遮的教会会友的厝吼，互你带免钱，我拜托你遮学一下英文咧，毋通出国安尼。即摆伫即个时代，佫英文佫袂晓讲。啊，一个出公了就变 A 狗，啊，你袂使啦。哦，我借问台湾的这青年人，天分敢有比人较差？无啊。品行敢有比人较歹？无啊。逐个囡仔拢足有礼貌啊，逐个囡仔真好啊。但是即摆即个时代囡仔有辛苦无？足辛苦啊，拼到要死去啊！你的时代你拼有拼就会赢啊。即摆囡仔什么时代？有拼我若袂赢，啊你敢听有？伊有足辛苦安尼，一个月赚偌济？大家拢知影，台湾的大学生一个月22K， 啥意思？代表2万字，一月是2万字。你若换做美金，无到800块的美金，即摆美金佫穿超700块的美金，一个月700块美金，我就问你要安怎生活？
所以各位长辈，你若安尼来回想的时阵，你有感觉你的时代有好无？足好个。你的时代的时阵，你甲人咧讲话的时阵，敢有人会若甲你讲话会若手机在安尼撇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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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啊，人讲我拢看你的目睭啊，对无？你即摆咧做阿公做阿嬷，足切的，我甲你讲，你若讲人叫阿嬷，哦，大家啊囡仔孙啊，大家乖。啊，你若叫电话讲，过年啊，你无倒来甲我看一下，你囝就紧撞倒来啊！我借问，佮过20年后，等到我老三咧做阿公的时阵，敢还无即个气氛？无即个气氛，时代在改变。若等到佮过20-30年，我咧做阿公的时阵，阮囝可能我要叫伊来甲我看，可能嘛真困难，因为讲无定阮囝，讲无定阮孙伫非洲，因为你要来知影迄个时代变做啥款，无人知影时代安怎改变嘛。所以啥物是福气？你有看有，你活伫即个时代有够好，你是先苦后甜，先苦后甜是比先甜后苦是较好命的人，你爱看有。虽然咱细汉时足艰苦无毋对，但是迄个艰苦造就咱的心真勇敢、真坚强，这是毋是福气？这真福气。像我的年纪吼，我细汉时阵咧煮饭吼。我像即摆遮囡仔遮好命，还有啥物电锅、电煮锅，无啦。哦，我细汉时阵，我要煮饭的时阵，就举起开是当啊下咧，你烧炭嘛。啊，毋是干阮兜咧烧炭，阮规村啊，我住咧嘉义咧规村，逐个嘛拢烧炭。奇怪，阮迄个年代，逐工烧炭，无人自杀。结果即摆人。倒厝有电锅，啥物拢有啊！烧炭讲个烧来自杀，我真正我想无，那会烧炭自杀？我较早是烧炭煮饭，烧炭是要煮饭的啦。迄种年代无人会想讲我烧炭烧咧会当来自杀，拜托个，你活都袂有啊，去死咧！所以恁有福气无？真福气！你伫一个烧炭的时代，但是你拢无想要去自杀，你这就是你的福气啊！啊，我较早的时阵。靠啥物电冰箱？根本无需要电冰箱，车车都无够，我通曝光。那电冰箱，迄若啥物中秋月饼，阮兜5个囡仔，迄人客若来吼，咧送礼的时阵吼，我都逐个咧冲出来，啊人客走红，阮母啊骂到要死，讲遮无礼貌，你摇死鬼，你嘛等人客走你才出来。人客有当咧开讲足久的吼，啊送礼吼，一个礼啊，阮囡仔，阮5个囡仔斗后壁讲，那唔紧走啊！迄种时代，迄一块饼摕出来，大家你啊摇鬼啊，大家咧食，念就食了。即摆即个时代，一块饼放到桌顶，放到歹去，放到过期，有人要食无？有人要食，是安怎？伤济物件通食嘛？较早啥物叫做过年？你细汉时过年有快乐无？足快乐啊！桌顶的物件一年食一摆，当然你嘛才快乐。即摆大家桌顶的物件食到拢倒掉。什么时代较快乐？你敢听有啊？就是物件虽然无遮济，但是你食的时阵有幸福的感觉，迄种时代是有福气的时代。即摆这个时代物资是真济，尤其伫美国，美国是来讲，美国别项好，但是有一点我是来讲，咱足无关系的，足讨济。很浪费，所以我想这点是真正咱台湾咱的环保资源的回收做了真好咱会家己小可影响一下我嘛小可毋通遮尔啊讨济安尼。你看一个遮尔啊富裕的一个所在，但是咱人无感觉这是个偌好，这就是一个上大的悲哀，袂晓修复。我细汉就咧洗衫，要哪有洗衫机？你来古早阿嬷讲，阿嬷你毋免洗衫，你衫逐个洗着即个，等下就家己清气。阿嬷讲你咧讲妄讲，后迄个代志，衫要哪清气？你有听过南桥水晶肥皂？捌听过无？迄就安尼撸落，当然撸咧，无撸要哪会清气啦？迄个湿粉撸落才会清气。我较早细汉时阵就是安尼，阮住咧北江溪边嘉南大圳北江溪边安尼洗衫的时阵，阮妈妈摕衫，阮因为我上大个，我下面2个弟弟2个妹妹嘛，就摕一卡足大卡的桶内底拢阮全家伙的衫，7个人的衫，去溪边，阮妈妈当摆咧洗，迄洗还佫无艰苦，
迄洗倒转来才会艰苦，是安怎？拢重的嘛，足重的嘛，哦，我当咧大船，当咧洗，洗转来了，我就说来妈妈讲，你衫摕去披，迄种年代，无像即马少年仔，风干机自然家己会打，我后迄个代志的。结果你想看觅，伫迄款的年代，大汉的人虽然是艰苦，但是因为你捌艰苦，所以你即摆幸福，你知影迄叫做幸福，你看有。啊，问题是即摆囡仔，其实伊真幸福，但是因一个情况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伊袂晓受福，哦。所以咱今仔日伫遮时，你来了解讲，咱今仔当坐伫遮，你是足大的福气。即摆你身躯边有人陪伴你，是足大的福气。咱有一个长辈会伫遮，迄就是足大的一个福气。因为福气的要紧是看有还是看无。你若看无的人，互你个外福气，你也看无。但是若看有的人，小可淡薄互伊尔，伊就已经真快乐啊。所以你若毋知影过去的艰苦的时，你毋知影即摆啥物叫做好命。我咧做节目，我定定拢爱采访无共款的人。我要采访过一个我印象上深刻，住伫万峦。伊甲我讲，咱无说阮古早吼，你敢知影？阮咧古早，阮咧要嫁啥物人，家己袂当决定的呢？你即摆少年仔讲，后迄个代志，我嫁啥物人，我当然家己决定啊咯。我就算我嫁咧吼，袂爽我嘛是会当去换，有无？即摆是即个时代啊。啊，较早毋是啊，较早讲我要嫁啥人，我袂当决定啊。哦，你还袂当决定啥物人决定？阮爸阮母甲我决定啊。所以我嘛毋知影我是要嫁啥物人。结果嫁一个啉烧酒的，伊讲哦，牧师你毋知艰苦到要害，迄若咧起酒痟的时阵吼，迄查甫人起酒痟时阵足恐怖呢，迄三更半暝嘛拢把你叫起来呢，吼。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伊讲吼，伊较早可能做兵吼，迄查甫人做兵的时阵吼，互伊即个班长吵着的款。伊讲咱若起酒痟吼，想起当日用球，半暝啊叫因囝叫因查某囝拢出来，啊出来，啊连集合场集合，吼。啊！立正，首先向左转，安尼，伊讲安尼呢，迄老爸安尼，家己安尼操家己囡仔三更半暝啊，家己拢毋知。即若一个人若啉烧酒，迄是足恐怖的代志啊！伊嫁迄个啉烧酒了，酒品佫歹，佫会拍人，你知道？伊讲甲一个天公，有一日因大家花甲讲师傅啊，阮甲你拜托咧，因为吼，阮即个囝吼，啊无法度啦，都爱啉烧酒吼。啊，啉烧酒佫会拍人吼，啊，阮两个老伙仔惊到要死去。阮甲你拜托一件代志，伊讲拜托啥？讲阮拜托你去逃走啦，你去逃走。因为吼，阮两个人咧讲啦，阮两个老伙咧讲啦，讲早晚有一日阮囝吼会啉烧酒，啊，咱要甲挡吼，都挡伊袂牢啦。早晚有一日阮这囝会啉烧酒了，早晚有一日伊会甲你刣死。所以若到迄个时，新妇也无啊。啊，阮来顺便鼓励，啊，阮囝我掠去关。伊讲即落代志早晚的啦，阮两个老伙仔我拢看有啦。我也无甲你拜托啦，你紧逃走啦，你紧逃走啦。啊，两个囡仔，一个男一个女啦。讲啊，两个囡仔吼，你带走一个啦，啊，一个阮顾安尼啦。你看迄种年代，伊讲老师你都毋知，伊也规暝困袂去。哦，毋是讲要离开因翁，是看到迄两个囝，两个要带走一个，你要带走倒一个？迄两个拢家己的爸，不足啊，跑规暝你知哦，但是现实啊，迄种年代遮尔啊散，伊要哪饲？伊想咧讲，查甫的较会堪要拍，哦，啊无囝留咧啦，查某囝伊带走，但是伊又问因大家我讲，我是要哪走啦？我要走倒位去？因大家我讲，我即摆甲你讲，就是因为我有看到一个好机会，哦，因为过来迄礼拜吼，咱咧村吼。有人要娶新妇，哦，爱古早时代，迄新妇哦是坐计程车，我著去探听。啊，恁咧新娘车，伊讲哪有啥物新娘车？无像即摆大家要娶新妇了嘛，爬溜的几落台规排出来咧载。伊讲无啦，啊，伊讲迄落对高雄吼，人去高雄的人啦，啊嫁来阮遮吼，啊著叫一台计程车来安尼啦。所以讲吼，我著按算讲吼，要叫你吼坐一台计程车，啊计程车新娘载咧，伊著要转去啦嘛，回头车嘛吼。啊，阮才来拜托迄个计程车吼，载你逃走，安尼，
哦，啊，因为咧带新娘归村，迄古早咧带新娘，毋是恁兜的代志，迄归村的代志，大家拢闹这嘛，无人会注意到你啦。虽然趁迄个时吼，你就怎安尼赶紧走安尼啦。这师傅讲，你都毋知影啦，老师迄天，哇，啊放炮啊，大家乒乒乓乓，足快乐的时阵吼，趁全村大家咧做老底的时候，我大家拿我去甲迄个棍匠拜托呢，讲我甲你拜托吼，我一个媳妇吼，啊，都因翁吼，啊，阮囝啉酒吼，拢会拍人，早晚会出人命啦，吼，啊，无拜托你啦，拜托你啦，吼，啊，转去的时阵吼，拜托你阮这媳妇你甲我载走安尼，啊，伊讲吼。坐咧计程车顶，迄计程车司机嘛足惊啊，做种代志，毋捌咧做即落代志啊，啊嘛是共款摕一块布甲砍咧，你知影？我砍掉咧，嚯，迄油门站偌紧的咧，你像咧拍电影咧，紧逃走啦，啊人个心理安尼，你走时吼，足惊因人会后壁追过来安尼啦，足惊啦，吼，所以你安尼一直咧走，一直咧走，到高雄，迄个棍匠讲，好啊啦，即摆到高雄伊找了有啊啦，因为高雄大都市嘛，吼，会当出来，会当出来安尼。结果，伊甲迄个司机倒车，计程车想要互伊迄个司机讲免，迄个司机叫倒贴，吼，讲因为我今仔日有摕到红包，伊讲你这太可怜了，你太可怜了，吼，你囡仔顾好就好，怎安尼？所以讲，这就是个命运。你讲你若毋知影较早有人是即种时代咧生活时，你要来小福，你就毋知影家己是福气。伊到高雄去工厂做女工。啊，做女工做了了后，逐个月就寄钱，啊，毋捌字哦，袂晓写，就拜访伊咧工厂，有个会晓写字的讲，你这钱甲回倒转去，啊，你毋通写我这地址哦，我伊若咧写我就惨啊，哦，逐个月钱佫寄倒转去，家己甲查某囝，落尾查某囝来台北，查某囝来台北的时阵吼，甲我讲老师啊，哦，我妈妈故事足精彩，你也甲伊采访，我去甲伊访问安尼，爱啥讲？哦，伊叫我讲啥？讲，哦，老师啊，我即马吼足好命的啦。哦，我知影讲，咱人吼，人的性命吼是上帝咧安排，生伫什么款的时代，什么款的家庭，啊，每一个环境拢有好有歹，咱家己着爱看有。像我感觉我即马足好命的啦，尤其我即马信上帝了后，我拢凡事拢较乐观、较积极咧看，我足好命的。我看你即马是安怎好命？伊讲因为咱细汉时阵毋捌字吼。啊，拢袂晓看吼，啊，即马食头吼，隔壁讲有即个长青大学啦，吼，松联大学安尼啦，讲佫会当去学英文呢，吼，咱个中文都袂晓，我直接跳去学英文安尼啦。啊，讲第一日老师讲你来学一个英文名，伊讲我即马是叫做书生，哦，我是足爱笑，讲安尼，一个长辈啊，佫甲我讲，伊毋是你即马到美国，你叫做书生，这无一样的。伊咧住台湾毋捌字的人讲，我即马叫做书生。伊讲，因为我的人生是新的人生啊，迄过去的悲哀痛苦，迄拢过啊，吼，我即马是书生，我即马拢有当去学足侪物件，长辈吼，大家拢免上班咧做伙，偌福气咧呢！哎，我不过我过偌久了吼，我着爱转去办乱啦。我讲啊，谁哪你要转去？因为吼，阮囝甲我通知啦，讲伊爸爸已经中风啊啦，吼，即马已经无法度啉烧酒袂拍人啊啦。吼，无才调拍人啊！啊，即个中风倒咧问床啦，问我要转去甲伊顾无啦。讲我咧歹命咧，伊讲较早我就讲我遮歹命，吼，我自小咧互你拍啊打，互你拍到我人生安尼，家庭破碎去啊咧。但是我即摆信上帝了，我看有啊啦，咱是足福气的人。你看即个人一世人啊，啉烧酒拍人，结果伊家己敢有较好过日？嘛无啊。咱即摆去上课叫做书生，伊即摆倒咧问床顶啊。伊讲想咧，无论安怎，迄嘛是咱的翁，迄嘛是囡仔的老爸，咱嘛是爱互囡仔看一个好模样，所以嘛是佫转去，佫顾因翁，落尾顾甲因翁过身安尼。所以，什么叫做福气？其实你做一个长辈，你会当好好甲你囡仔做伙，这就是福气。所以我拄仔问讲，一支正果1000买无？你讲你无爱。啊，无我即摆佫问一个较残忍的，啊，无咱一条命100万美金，你买无？有个人就讲，哦，会使啊，我食只老啊会好啊，我若较少年就袂好啊，我食只老啊会好啊，无你老婆说你计较偏较悬咧，咱大家来瞧安尼。如果若是安尼，我要讲，你嘛是还佫看无？啥物叫做看无？
你就是讲，就是少年才有价值，老就无价值啦。我甲你讲，愈老是愈值钱，你听有无？为什么？为什么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你要影响你的子孙，就是你即摆生活的态度。你的囡仔看即个阿公阿嬷是你阿祖，看伊安怎生活，即个对子孙、对规个社会少年人的影响，这是课本做袂到的。课本咧写讲啊，咱食甲老哦，什么银发族、黄金岁月，那是课本写的。实际上，伊看了这个老伙仔人走量哦，啊脾气歹，歹斗阵，就问这个少年啊，伊会想要老无？伊无想要老。伊若想着伊会老，啊，当惨啊，食老要安怎？但是若朋友，咱会当有一个国际观去到世界各地去看的时阵。这对咱影响真大，你知无？因为我的囡仔，我较早前面我来美国1年尔，我头前4年是派去伫纽西兰咧做牧师。我的囡仔就甲我讲，我的囡仔甲我讲啥？我4个囡仔，吼，即摆是21岁、19岁、17岁、15岁，吼。啊，我4年前迄阵我大汉才17岁，17岁、15岁、13岁、11岁，我咧细汉11岁尔就甲我讲啊，讲爸爸。是啊，咱纽西兰甲台湾真正无共款嘞。我讲倒位无共款，伊讲这老人哪会遮快乐？这老人搭袂搭啊咧种花种草，啊你若经过拢嗨，有熟悉无熟悉拢嗨，安尼我甲你问啊你几年啊？哦，看起来这老人，大家我活甲足快乐诶。所以我囡仔甲我讲啥？讲我将来食老，哦我毋知影我将来要去倒位啦吼。我若食老，我要住佗？伊讲我要住纽西兰，毋是迄个所在偌好，是因为伊伫遐看到的老人是快乐的老人，哦，所以伊看到快乐的老人，伊感觉老是足快乐的代志，哦，伊感觉老是咱处长多谢，咱搁出来拍鼓啊，吼，咱来处长，真无用爱搁歌场，多谢，吼，结果伊讲爸爸，我看足侪台湾的老人吼。哦，足造孽的，啊脾气歹，哦，足歹斗阵的。所以，亲爱乡亲，咱这长辈会的长辈，今日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什么款的老人？你是快乐的老人，还是怨叹的老人？唔通定甲牧师讲，牧师啊，你甲上帝祈祷啦，祈祷去甲我接倒转去啦，祈祷去甲我接走啦。活伫世间哦，足艰苦的啦。你今仔日出去耍哦，为着要顾咱，拢袂当出去耍安尼，你拢想法拢悲观的，拢负面的，安尼毋对。你想讲我的囡仔，我足爱我的囡仔甲教会遮长辈做伙，是安怎？我的囡仔，若你行路行足紧的，讲你行去要创啥？你无看人老人伫遮哦，较慢的啦。哦，我的囡仔照顾老人。阮爸爸3年前过身吼，啊，落尾让我坐轮椅吼。我感觉是足好的一个教育，所以我囡仔若甲阿公出去吼，大家拢会受到这个教育，毋是课本教的，生活教育。因就知影阿公来，咱就爱塞轮椅，啊，就爱定定去甲阿公请安，啊，定定爱甲阿公去甲伊讲话。这种囡仔才有前途。你毋通你的囡仔，你讲阮兜拢无老人，恁兜无老人，囡仔毋知影要安甲老人做伙，谁啊甲老人做伙？因为你通感谢，全世界进步的国家拢是对老人真好。因为进步的国家，伊知影讲，今仔日的进步拢是老人的功劳。若无遮的老人，即摆即个社会毋是安尼。所以若是个进步的国家，拢足感谢老人，所以一定互老人真好的福利。哦，你要做啥物代志，坐车免钱。哦，你只无我伫纽西兰啊，我咧有个餐厅吼。逐礼拜拢有一天，老人去食饭拢免钱，一角钱都免。因为啥啦？伊讲啊，老人是要食偌济？啊，咱既然就开餐厅，咱咧巴菲嘛，吼，啊，咱巴菲逐个随在你食，老人是当食几喙？伊就食过几喙嘛。啊，咱就飞机咱都煮出来了，你惊人食呢啊？你惊等你是要创啥？无意思嘛。哦，啊，若社会有足侪快乐的老人。
这个老人若伫我这个餐厅食来真快乐，倒去厝心情好，子孙大家日子过了好，咱的社会才会和谐。我讲安尼叫做进步的国家。我较早我毋捌想过，我是因为我有出国时，我才了解讲拄仔咱个队长咧讲，咱咧追求一个进步嘛。咱会当离开故乡来到遮，毋是咧放杀咱的故乡，咱是行咧头前咧追求进步，将进步的观念带转去互咱的故乡，互咱的故乡原来进步嘛。这是咱的责任，所以你要快乐。所以我就看到讲进步的国家，伊会晓对老人真好，伊知影讲规个老人的生活，就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品质。老人若好，代表这个国家勇。老人若日子过了歹，代表你这个国家无力通照顾老人，安尼代表你这个国家你就是真衰弱，你这个国家无够力，连这个老人你都无才调通顾。所以你用这个观念时，你爱知影，你的生活品质就是代表你的家族的生活品质。我伫教会咧做牧师，我若看因这规个这囝儿逝世，会晓尊敬老人，我知影这个家族是一个教育真好的家族。所以你要看一个家族，什么款的家族？你看因安怎对待老人，你就看有啊。因若会晓尊敬老人，代表因这个家族是一个真进步、真成功的一个家族。若对老人讲话，较紧的啦，较紧的啦，你是足啰嗦的啦。对老人讲话，安尼无礼貌，态度歹，你就知影讲，这个规个家族的生活品质，你毋免讲问啊，一定足差。总是咱长辈家己。我若都爱看重家己，都毋通遮走了，毋通就讲啊，恁遮个少年啊，安尼毋通安尼，毋通通嫌，因为无论你看伊有气，看伊无气，是伊咧杀轮椅，你着爱想较真足，你着较好处理，无即摆你习惯甲你人杀，你也毋知，所以讲，咱家己爱想较清楚，少年囡仔爱定定甲伊学咯，毋通干那过年红包尔。比如说红包毋免偌大包，因为红包是一个气氛。若看到孙来，阿妈一个红包互你，你内底包一个美金，你包一个20块、30块，伊嘛欢喜甲。讲来，阿公红包互你去买糖啊呢，伊有欢喜无？伊有欢喜。咱老人就是带互世界快乐，带互世界圆满。咱的下辈看到咱的孙讲，原来人食老是遮尔可爱原来人食甲老是遮尔乐观原来人食甲老的时阵遮尔自由定定咧讲啊，惊我带我去地省，毋通讲你去就好啦，我毋免去啦。恁去我当车顶等就好啦，你毋通安尼讲。你要互你的囡仔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因为你的囡仔咧服务你的时阵，是生命真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咱新春祝福咱所有的长辈今年大家身体拢真健康。就算有破病，你也毋通烦恼，因为破病是互你的囡仔有效的一个机会。你也会安尼想。较早伊细汉的时阵，伊放屎放尿拢你咧甲处理的。即摆轮到你的时阵，伊袂甲你处理啦，伊会叫护士甲你处理啦。至少伊嘛小可爱负一寡责任者，这对伊是好。咱做长辈，毋通定定一个想法，讲我拢拖累遮个子孙，一种负面的想法，你会害规个社会水准会降低。你要有尊严，你只要甲伊讲多谢啦，互你辛苦啦，上帝祝福你啦，你为我做遮济上帝会甲你报答啦。你讲安尼就好，伊该做，伊本来就爱做。咱常常甲伊学咯，甲伊肯定听人讲，我生你这个囝足好诶，毋通像古早我生甲你这个囝来遮慢。毋通去讲即种话我只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甲大家提醒即个咱台湾一个足出名导演叫做吴念真，捌听过无？伊就讲伊咧讲过去的长辈就是袂晓甲囡仔学咯，因为受日本教育。伊讲伊考全校第一名，伊咧住咧庄脚所在，全校第一名，安尼有称无？我足称的厝边隔壁大家甲伊骂恭喜，哇！恁这囝哪会遮高？佫全校第一名呢！即摆若是你要咧讲啥？你来讲多谢啦，多谢啦，哎呦，多谢你安尼，就确实较鼓励咧啦
啊，若第一名吼，都爱服务大家，安尼是毋是真好？因爸讲啥？啊，哪有法度？什么哪有法度？啊，恁囝全校第一名，你咧讲哪有法度？啊，哪有法度？啊，因后都无够人，对因后无够人，阮只第一名，安尼啦。啊，迄日吼，其实伊有欢喜无？嘛是欢喜啊，去买一支笔，哦，迄古早买一支较好的笔就不得了啊。哦，买一支笔吼，等甲暗时啊尔讲，那摕去啦，安尼啦，哦，摕去啦，即啥？好哩啦，迄足贵的哦。你若好打，你若无好啊摒惜，你若用歹去吼，你甲你买试看卖啊。咱长辈，咱过去就无啥会晓表达，哦，毋茫在座所有长辈较好喙的，哦，尤其你若有媳妇的人，拜托，有媳妇的人，你甲妈妈较臭头，伊也袂较好，哦，嫌看互伊死的时阵，哦，可能是你较紧死，毋通安尼，啊，无咯，你的媳妇讲啊，多谢你啦，多谢你照顾我这个孙哦，都爱想办法，爱甲伊感谢，甲伊赞美。因为你若愈讲好咯，你就是一个有尊严的长辈。毋茫咱所有长辈过一个好品质的长辈的生活，因为咱好好过日子，这子孙看到咱，伊想到伊的老，伊才袂惊。哦，毋通看到你想到伊的老，伊就怎带起来，叫做带咧等，毋通安尼。社会前途伫咱的手中，愿上帝祝福各位啊，过一摆新年快乐！多谢。所以大家感觉今仔日老师讲了什么款有好无？其实吼，我大概咧想讲，咱长辈到底是爱什么口味吼？为着要配合长辈的口味，啊，佫另外毋是单单配合恁的口味，佫爱对恁有好的。所以我定讲咧想讲，爱创什么节目才对恁有帮助吼。所以今仔日我知影老师一定互大家足侪帮助，多谢，佫一摆多谢。